第10课，葡萄园的工人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行入伫犹太国的时，因有看见真济葡萄园。有一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天国是亲像一个葡萄园。马太第20章有写这个譬喻。耶稣讲：有一摆，有一个家长，一早起6点，伊去街仔要请人去伊的葡萄园做工。伊甲所请的人约束工钱1日9块，就叫因入去伊的葡萄园。差不多9点，这个家长搁去街仔，爱请较济的工人。伊搁看见有人营营伫遮，伊甲因讲：免去我的葡萄园做工，因也约束工钱是9块。遮个营营的人真欢喜去。中昼真大个时，家长搁去街仔要搁请工人，伊搁看见有人营营伫遮，伊搁一摆甲人约束讲：免去我的葡萄园做工，我要9块互恁。遮个人真欢喜去。下晡差不多3点，还真大个时，迄个家长搁去街仔，看见还有人营营伫遮。因也欢喜去伊的葡萄园做工，伊嘛约束要9块互因。下晡5点，伊搁去街仔，看见有人营营伫遮。这个家长问因讲：恁为什么规下晡营营徛伫遮？因应讲：因为无人要请阮。这个家长就请因，叫因去伊的葡萄园做工。到日落的时，未发工钱互工人。伊发工钱的时，逐个人白白9块互因，就是对落尾的到大先来的人，拢是白济钱。遮个伫早起6点开始做工的人，摕到9块的时，因中间有一个人真受气。这个家长问伊讲：你为什么受气？我早起兼毋是讲要9块请恁，恁真欢喜来做工。这个工人讲：阮规日拢做工，做到真热，啥会落尾请的？做工1点钟久若着，因也袂热着，也袂甚物艰苦，总是你互因甲阮平济。这个家长甲伊讲：朋友啊！恁欢喜甲我约束9块，要甲我做工，恁为什么受气？我是爱好管待遮个规日营营无工通做的人，因为因是无钱通买米互因的囡仔食，我要好管待因。恁无应该受气，你应该照约束的工钱摕转去。